喺梵文入面，我哋叫佢做卡拉達沙納。就算係個後生仔，我都將呢個當係日常。我一醒起身，第一件事就係我會先見到有破折號嘅阿魯納查拉。到時我唔會睜開眼。我一見到阿魯納查拉，我就會望向我嘅手掌。有次我其中一個表妹嚟咗我哋屋企住，同埋食啲嘢，喺廟入面發生緊啲咩慶祝活動。佢好好奇我喺手掌上面見到啲咩。佢以前一直問斯雅米，俾我睇下你手掌入面有咩嘢係你一直見到嘅。所以有一日當我望緊我手掌嗰陣，佢走嚟企喺我旁邊，唔單止開始叫我展示，佢差唔多好似嘈緊咁。所以我話好啦，睇下呢度，然後向佢展示我嘅手掌。突然間，佢見到成個宇宙嘅源頭，正正就係佢俾咗美大人嘅形態，而佢就住喺我手掌入面嘅呢個存在入面。佢好驚訝同明白。佢喺接下來幾秒處理唔到任何嘢，佢仲係生緊。佢甚至喺佢其中一個回憶錄入面講過呢件事。佢企喺度望住我手掌。神經科學揭示預測過程，你個腦係透過分層嘅解釋去建構現實，而唔係被動咁接受佢。呢個係你認知中運作嘅 ADIC 結構。Paramassive 嘅6重技術運行，當你嘅神經系統透過 TS-Color 同香蕉過濾無限數據嘅小影片，你可以喺古老嘅寺廟定居點 Tiruvannamalai 睇到佢坐落喺阿魯納查拉嘅神聖火生山廠下面。喺嗰個神聖嘅地方，至高無上嘅絕對 Paramassive 願意以凡人嘅眼睛可以睇到嘅形式行走喺地球上。佢出世係一個非常富裕嘅印度教最高教皇嘅子女巴加文、尼蒂安南達、帕拉馬扎、希亞姆。喺嗰個神秘嘅時刻入面嘅每個黎明，既唔屬於夜晚，亦唔屬於今日。神聖嘅孩子會喺佢簡單嘅直線上面醒來，但係佢對眼仍然閉上。佢會行去直接開到神聖嘅阿魯納查拉嘅小木窗，而喺嗰度佢會慢慢睜開眼。而第一個進入佢醒覺視野嘅景象，就係阿魯納查拉嘅宏偉峰頂。望完阿魯納查拉之後，佢會輕輕將目光放低，望向自己嘅蓮花般嘅手掌。喺同一個屋企住咗佢個後生表哥嘅妹妹，日日都睇住佢個非凡嘅哥哥重複呢個神秘嘅禮儀。而喺佢內心，一個問題不斷燃燒：佢喺手掌入面睇到啲咩？喺個後生女用深深嘅誠意求情之後，個化身慢慢將佢嘅手掌合埋成個拳頭。睇 Parasite， 佢成為咗一個發光嘅匝道，一個燃燒嘅意識光嘅子宮。而喺嗰度，喺嗰個無限嘅中心，佢自己開始咗佢嘅棚屋。而家我想同你講一啲非凡嘅嘢。喺佢凝結成重嘅物理宇宙之前，去掌握純非原子發光精神能量嘅 Solar AW。我哋可以將現代宇宙學同天體物理現象當係一個預言立體。首先係大爆炸奇點呢個鏡像師瓦塔德瓦喺 SUTA 嘅之前地宇宙係一個無限密集無限嘅指向。仔細聽下，喺大爆炸之前，宇宙係一個無限密集無限熱點，包含咗所有潛在物質、能量、時間同空間完全統一嘅地方。呢個代表現實喺佢最集中嘅未來或活動發生之前嘅純粹意識。第二，通脹時代，呢個同 C 時代相符。呢個同沙基亞喺大爆炸嘅第1萬億分之1秒嘅第1萬億。宇宙經歷咗宇宙膨脹，以指數方式擴張。佢係一個真實嘅純流體等級，無限嘅動能，而唔係同仲未形成嘅固體原子一齊。呢個係宇宙動態驅動，奇點嘅潛能會醒來，準備向外投射。佢係純光同力量，完全冇物理物質嘅引力。第三個原始宇宙光宇宙微波背景，呢個代表薩達沙同伊澤瓦拉塔。隨住早期宇宙嘅擴張，佢充滿咗高能量、完美均勻嘅光子，佢哋會穿過太空而唔會被行星、塵埃或者岩石阻擋，因為仲未有固體存在。聽下，呢個係完美無阻嘅發光對稱狀態，係想法同結構存在嘅地方。作為光嘅純粹藍圖，喺佢哋被拉落去摩擦黑暗同混亂嘅重力之前，阿莎嘅物理同元素宇宙。如果需要，請理解呢個全部描述。聽呢首薩特桑3-4次。聽一個小故事。人喺沙漠中間渴死，佢碰到一個小水池，佢飲咗佢，即刻覺得好咗。但係之後佢四圍望，見到個泳池其實係 Listen， 我係講緊一個小故事。對唔住，
因為技術上嘅故障。我會重複，有個男人喺沙漠中間渴死，佢碰到一個小水池，佢飲咗佢。聽，有個男人喺沙漠中間渴死，佢碰到一個小水池，佢飲咗，由嗰度開始即刻覺得好咗，但係之後佢四圍望，見到個泳池其實係連接住一條流入海洋嘅地下河，海洋只係幾英里之遙。佢好震驚，我喺沙漠度渴到死，而海洋只係幾英里之遙。如果我知道我唔會受咁多苦。你係個口渴嘅人。沙漠係物質世界，你會覺得乾燥、空虛同分離。海洋係 Paramassiva 無限隨處隨時都有，但係你一直都係喺細嘅水池度飲嘢，細個嘅快樂時刻，短暫嘅快樂，暫時嘅滿足感。你唔覺意你企喺一條直接流入無限意識海洋嘅巨大地下河上面，海洋依家就喺你腳下。你唔需要過沙漠，你唔需要揾海洋，海洋已經喺你下面。海洋已經喺你下面，佢已經流緊喺你身上，你只需要挖掘。阿達斯係挖掘，你需要嘅幫助其實只係對 Adwas 嘅認識，佢哋幫你突破無知嘅沙，去到 Paramassiva 嘅水。我再次回到根本真理，睇下現代科學揭示咗啲咩？一個嵌套分形詮釋各向同性現實，每個部分都包含整體，而每個點都同樣係中心。呢個正正就係我由一開始就同你講嘅嘢。Paramassiva 以佢完整嘅未分形式係每一刻都有得用，唔係佢嘅某啲片段，唔係一個稀釋版本，係呢度而家嘅全部燃燒緊嘅過敏意識。所以問題從來都唔係佢有冇得用，佢有空，佢一直都有得用，佢唔可以唔可用，因為佢係所有存在嘅本質。問題係你有冇技術去存取呢個可用性？就係咁，技術就係實力，而佢最直接運作嘅帶寬就係 Suda-Ada。而家明白解釋解放嘅分子結構，總現實由3個組織組成，跨越3個領域。蘇達個常係是真實嘅神聖光，蘇塔、奧達、阿德雅7和塔亞斯真實嘅限制同時間。阿舒達24純粹嘅達雅係心靈感官同物質嘅真實。下面30個係24個無常加7個物化，呢啲係身體、感官、時間、業力、限制同無知嘅層層結，令到靈魂喺中間旋轉。我會喺中一個嘅實實詳細擴大呢3個維同3個維。而家明白超越地係進入咗有嘅意識嘅過程，喺一個泥濘嘅池塘入面生長咗一朵美麗嘅花。花係純白色、香濃、將生嘅由泥生長出嚟，但係並冇理由過。有旅行者見到蓮花就問：你由咁嘅泥生長出嚟，點會咁純潔？蓮花答：泥係我生長嘅地方，但係佢唔係我嘅本質。我係蓮花，泥滋養我，但我超越咗佢。我伸手去陽光，而唔係泥。阿舒達亞達係身體感官同物質嘅24個唔純正嘅泥。呢個係你開始嘅地方，但唔係你係邊個。蘇達係連接泥同地板嘅7種混合塔嘅地。呢度係你掙扎嘅地方，你覺得自己受到時間同業力嘅限制。蘇達係蓮花，濕婆意識嘅5個純粹嘅塔牙。呢度係你開花嘅地方，呢度係你純潔、無污染無光嘅地方。你係蓮花，你可能喺物質世界嘅泥濘中成長，你可能係推穿時間同業力嘅根源，但你嘅終極本性係花、純潔、香濃，並向光明伸出。蓮花唔會變成花，佢已經喺花啱啱等緊開花。同樣地，你唔會變成帕拉瑪薩，你已經係帕拉瑪薩，你已經係 Paramassiva， 只係等緊認得佢。而家我介紹你最實際嘅人生轉變突破。蘇達、阿德雅、Suda-Adwa 係現實嘅純絲雅透明帶寬，任何行為無論幾細都可以直接透到 Paramassiva， 而唔會扭曲，而唔需要分離嘅面紗嘅區域。Suda-Adwa 唔係你死咗之後，或者食咗幾年嘅塔佛之後，去到啲更高嘅世界。唔係，呢個係一個更高嘅方法去閱讀你而家嘅現實。一種唔同嘅感知頻率，意識仍然被認為係神聖嘅，而且仲未被瑪雅人大量過濾。喺亞沙收縮嘅閱讀現實嘅方式入面，一個行為就變成一個習慣，習慣變成身份，
身份就變成苦難嘅監獄。但係喺說理入面，同一個行為就變成敬拜，敬拜變成認同，認同就變成斯瓦塔，即係 Parameswara 本身嘅。你所住嘅同一個世界就會變成卡拉斯，同一個身體變成一個廟宇，同一個呼吸就變成咒語，同樣嘅日常活動變成宇宙祭品。呢個唔係想像，呢個係解碼全息宇宙嘅技術。等我俾你睇下前路，俾你睇到確切嘅機制，等你可以即刻開始應用佢。喺亞書達讀書入面，你遇到一個事件，你同自己講呢個人侮辱咗我，你即刻進入受害者意識，你成個 Advait 結構收縮咗，而喺嗰一刻完全睇到嘅 Parameswara 仍然未被認出。但係喺說理你讀緊完全相同嘅事件，你認出 Parameswara 正正係向我展示我仲喺邊度食貓，等我可以成長到超越佢，或者 Parameswara 已經閂咗呢個門，開啱嘅門，係神聖嘅智慧引導緊我。突然間，同一個事件變成同神聖嘅直接溝通。喺蘇特阿維入面，每個 van 都震動住施雅嘅認同，每個咒語都變成佢喺你內心講嘢嘅聲音，每個父親都成為佢宇宙意義嘅啟示，每一種顏色都變成佢嘅詩嘅流動，每一個鐵路嘅都成為佢嘅生活原則，每一個萬能都變成佢嘅世界，充滿住佢嘅存在。成個 Advait 結構指向 Parameswara，而唔係離開佢。一個小故事。兩個男人喺風暴中，一場大風暴摧毀咗一個村莊。兩個男人幸存，第一個男人坐喺廢墟度喊：點解我會發生呢件事？眾神已經棄咗我，我嘅生活被毀滅。第二個人坐喺廢墟度祈禱：主啊，你俾咗呢個挑戰我。你想我學啲咩？我點樣可以透過呢件事成長？呢啲灰燼入面隱藏咗啲咩新生活嘅種子？幾年過去，第一個人仍然係苦澀同貧窮，第二個人建立咗一個比第一個更強大嘅新村莊，並且成為咗佢嘅領袖。有人問第二個男人：你點樣咁快復現？回答：風暴帶走咗我嘅屋，但係佢冇帶走我嘅神。我喺風暴中見到神，我喺毀滅中見到神，我喺建立神嘅基礎中見到神。兩個人經歷咗完全相同嘅事件，一場毀滅性嘅風暴。第一個人只見到毀滅，亞書達雅拿讀緊塔書達，亞德雅讀緊第一個人見到嘅破壞，機會說理讀緊個事件，嘅一個事件嘅破壞。而家我係從唔同角度睇呢個真理，等佢完全穿透到你。Parameswara 喺你生活嘅每一個都有得用。唔單止你係廟宇，喺你嘅廚房，喺你嘅辦公室，喺人嘅中間，喺歡樂嘅地方，喺最普通嘅工作中，佢永遠都喺度，永遠都喺你嘅全部。佢唔係喺某個地方使你變得夠純潔，或者完成一啲長長嘅沙律。而家喺度。因為現實嘅全息實質意味着無限嘅洞存在於每個部分，而你就係嗰個部分，而呢一刻就係嗰個部分。你每一口氣都係一個壓縮嘅宇宙，包含咗完整嘅 Parameswara。每一個諗法都係佢智慧嘅一個交流，每一個行為都係一個潛在嘅全能解放。你唔需要另一個宇宙，你需要覺醒嘅崇拜。我會繼續喺進一步嘅意義上擴大呢個。而家請你再聽多次呢首實實，所以你內化，你明白，你研究，你開始將呢一個蘇達讀成一個亞沙特亞讀成蘇達讀。每當你生命中發生任何事情，發生喺你生命中嘅任何事情，即使而家，而繼續呢個 Parameswara 兩份靚靚嘅數碼禮物送俾大家。一係數碼書，古魯瑪基同蘇利亞約特拉，收到兩者，享受下，表現出 Parameswara，分析 Parameswara，實現 Parameswara。